1920年代捌做过老师的简洁，因为想要协助农民反抗压迫，推动这凤山农民组合、台湾农民组合，团结2万多名农民向日本政府征抗。这个嘉义县的永庆高中，即阵特别规划简洁以入地台湾农民运动特点，希望会当让学生了解到咱台湾早期农民运动的历史。感激学生敢面临伫台顶演讲，分享老爸推动农民运动的印象。嘉义县永庆高中规划感激甲日本时代农民运动的展览，希望学生认捌这段历史。从前那么艰苦的状况之下，学生都还努力在上进。那现在有那么好的条件，更不应该放弃。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向上的精神啊，看能不能影响到学生啦。展览当中有真侪感激参与农民运动的相片资料。校长指出，感激推广农民运动迄当阵，毋但来过嘉义，搁伫伫家成立台湾农民组合嘉义旗袍。迄当阵是中南部上侪人参加的旗袍。嘉义县它是以农来立县，那在早期简吉先生他在做农民组合运动的时候，他的足迹遍布了整个嘉义县的从海区、平原到山区。学校表示，这个展览只是开始，煞来会有在地读早课程，配合嘉义县过去到当的农业发展，希望透过这款机会，增加学生对在地农业的认同，嘛传承历史的记忆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